本節目所分享之內容均取材自歷史檔案、新聞報導、民間傳聞及相關知情人士之口述，部分情節、對話或人名已進行藝術化改編與適度化名處理。節目旨在探討昔日社會案件背後嘅成因與人性掙扎，藉此反思時代變遷並保留本土都市記憶。所有情節不針對任何特定機構、在世或已故人士，亦絕無意圖誹謗、影響司法公正或侵犯任何實體之合法權益。節目中除公開資訊外，其餘情節如有雷同，實屬巧合。1839年嘅夏天，南中國海嘅海風並未可以吹散籠罩喺珠江口上空嘅悶熱與不安。呢一年，對於廣州城下伶仃洋邊討生活嘅所有人嚟講，空氣中嘅火藥味似乎比濕氣更加令人窒息。虎門嘅海面上，滾滾濃煙剛剛散盡，嗰一箱箱被燒毀嘅英國國家利益並冇隨住潮水沖入大海，反而化作咗無形嘅怨恨同張力，積壓喺每一艘懸掛住米字旗嘅船艙裏面。就喺呢種劍拔弩張嘅時刻，一宗看似普通嘅街頭毆鬥，就好似一根被燃點嘅火柴，被狠狠咁樣掟進咗灑滿火藥嘅地面。呢根火柴燃點咗九龍半島岸邊嘅火光。呢根火柴讓一個普通農民嘅名字林維喜永遠地刻喺咗歷史恥辱柱嘅基礎上。今晚我哋要回望嘅唔係嗰啲波瀾壯闊嘅艦隊對決，亦都唔係廟堂之上嘅奏摺紛飛，而係返到一切嘅起點，返到嗰個血腥嘅午後，睇下一條人命係點樣撕裂咗兩個帝國嘅偽裝，最終掀起咗一場改變中國命運嘅滔天巨浪。公元1839年7月7日，地點係新安縣，亦都即係今日香港嘅九龍尖沙咀村。呢度原本只係一個寧靜嘅漁村，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隨住外國商船嘅大量湧入，呢度嘅海面一早已經成為咗各國水手登岸喘息嘅緩衝區啦。當日喺尖沙咀村附近停泊住好幾艘英國商船，其中最主要嘅係卡納特克號以及曼加勒號。船上面嗰啲長期喺海上航行嘅水手，經過漫長嘅航程，積累咗大量嘅煩躁同酒癮。佢哋獲准登岸，目的好單純，揾酒飲，揾女溝。然而，酒精永遠係衝突最好嘅催化劑。關於當日下午嘅具體經過，至今仍然存在住羅生門般嘅爭議。有傳聞指出係水手們酒醉之後行為不檢，挑釁村民；亦都有資料顯示，可能係村民同水手之間因為言語不通，又或者係買賣糾紛而互不相讓。史書上面寫住一句非常謹慎嘅考證：不知哪一方先侵犯對方。但係無論起因係乜嘢，結果係毫無爭議嘅。嗰場毆鬥從口角迅速升級為肢體衝突，拳頭、木棍，甚至係隨手執起嘅雜物都成為咗武器。喺一片混亂當中，一名叫做林維喜嘅村民遭到咗圍攻。根據清代官員林則徐後續嘅奏摺所述，經新安縣知縣梁星如檢驗，林維喜嘅傷勢極重，頂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傷。呢種傷勢顯然唔係推擠所可以造成，而係帶有明顯殺傷意圖嘅攻擊。喺醫療條件極度落後嘅當時，林維喜喺劇痛中掙扎，最終因為重傷不治，含恨而終。一個普通農民嘅生命喺嗰一刻被外來嘅暴力野蠻咁樣終結咗。呢種命案如果放喺和平時期，或者會循住既定嘅司法程序處理，官府緝兇，讓人交人，賠錢抵命。然而，此時嘅廣州城裏坐鎮嘅正係以嚴厲剛毅著稱嘅欽差大臣林則徐。林則徐呢位被道光皇帝委以重任嘅欽差，啱啱喺虎門銷煙中贏得咗全國上下嘅叫好聲，亦都讓外國商人見識到咗清帝國難得嘅強硬姿態。佢對於義務嘅處理唔單止係禁煙，更加係要維護天朝法度嘅尊嚴。喺得知林維喜被毆斃之後，林則徐嘅反應極其迅速而且強硬。
佢指令新安縣知縣進行詳細調查，喺證據確鑿，香倫指證兇手確為英國水手之後，林則徐認為咁唔單止係一宗普通嘅命案，係對大清法律赤裸裸嘅蔑視。佢喺後續俾道光皇帝嘅奏摺中，曾經咁樣表達佢嘅核心觀點，咁亦都係我哋今晚理解呢場衝突嘅關鍵。佢話：竊私人命之重，若因嬰兒而廢法律，則不但無以御他國，更何以治華民？呢句說話翻譯過嚟就係：人命關天，如果因為英國人而廢棄法律，咁我以後憑乜嘢管治其他國家嘅人，又憑乜嘢管理我自己嘅百姓？喺林則徐嘅眼中，法律嘅主權係不可談判嘅。佢要求英國方面必須交出殺人兇手，照例辦理，亦都就係按照大清嘅律法，以命抵命，又或者係接受審判。面對林則徐嘅嚴正交涉，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亦都就係全權代表義律，陷入咗一個兩難嘅境地。根據多方資料顯示，義律最初嘅反應並唔係對抗，而係試圖私了。有記錄指出，喺林維喜死咗之後冇幾耐，義律曾經試圖透過中間人向林維喜嘅家屬支付高達1500銀元嘅賠償。喺當時，呢筆錢絕對係一筆巨款，足以養一個貧困嘅漁村家庭衣食無憂。佢甚至透過某種方式試圖誘導家屬承認林維喜係失足跌地撞石斃命，試圖將刑事案件淡化為意外事件。呢種金錢補償同私下和解嘅手段，係當時西方處理海外民事糾紛嘅一種慣常邏輯，但係咁顯然係觸犯咗中國法律中殺人償命嘅底線。林則徐拒絕咗呢一種金錢了事嘅做法，佢要嘅係人，係兇手，係司法管轄權嘅象徵。眼見無法用錢擺平，義律必須喺交出國人任由中國審判與保住國人但引發政治危機之間做出選擇。喺當時嘅背景下，英國雖然仲未發動戰爭，但係商界同軍方已經開始向清政府施壓。作為一個外交官，義律做出咗一個極具爭議而且徹底激嬲林則徐嘅決定，佢拒絕交出兇手。唔單止係咁，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喺1839年8月12日，義律做咗一件喺當時睇嚟驚世駭俗嘅事。佢喺維多利亞港嘅一艘英國商船上擅自開設咗一個法庭。呢個法庭由佢本人親自擔任法官，由船上嘅英國商人組成陪審團。經過所謂嘅審理，佢哋判定幾名水手犯有騷亂罪同毆打罪，判處咗幾個月嘅監禁同埋罰款，並揚言要將呢啲人送返英國服刑。呢個舉動喺歷史上被稱為對中國司法主權嘅侵辱。義律嘅邏輯係英國人有權唔受外國法庭嘅審判，咁係英國法律賦予佢嘅臣民嘅權利。但係喺林則徐眼中，咁唔單止係庇護兇手，係強行設衙，係喺大清嘅領海裏面建立咗一個大清管唔到嘅國中之國，咁簡直係荒謬至極啊！林則徐知道呢件事之後勃然大怒，佢完全無法接受呢一種喺佢眼中如同兒戲嘅審判。兇手唔交俾苦主，反而自己關起門嚟做下樣就話懲罰咗，咁唔單止係藐視，簡直係羞辱。自此，雙方嘅對峙從命案糾紛徹底轉向咗主權之爭。林則徐決定唔再僅僅係口頭抗議，而係採取咗實際行動。佢運用咗以夷制夷同埋封鎖禁運嘅策略。首先，佢下令驅逐澳門嘅英國人，斷絕咗英國人嘅居住地。其次，亦都係最致命嘅一招，佢下令停止對英國船隻嘅一切食物供應。根據嘉慶年間嘅先例，林則徐下令禁止所有柴米食物運往外船，撤回咗為英國人服務嘅買辦同埋傭工。呢招釜底抽薪，讓停泊喺九龍海域嘅數十艘英國商船、數千名英國商人同埋水手瞬間陷入咗斷糧嘅危機。澳門嘅葡萄牙當局喺清廷嘅壓力下，亦都不得不配合執行驅逐令。到咗8月下旬，包括義律在內嘅57名英國人被逼從澳門嘅舒適住宅遷出，全部逼到去尖沙咀海面嘅貨船上。冇新鮮嘅食物，冇乾淨嘅淡水，喺炎熱嘅夏季，咁無疑係一場酷刑。義律呢個時候面臨嘅壓力唔單止係來自清廷，
更加係來自嗰啲瀕臨暴動嘅英國水手同埋瀕臨破產嘅商人。佢需要食物，佢需要打破封鎖。時間嚟到咗1839年9月4日，距離林維喜之死已經過去咗將近2個月。呢一日，義律做出咗一個大膽而且危險嘅嘗試。佢率領武裝商船路易沙號以及幾艘小船駛往九龍半島，試圖向當地官員購買食物。陪同佢嘅仲有傳教士郭士立，後者擔任咗翻譯。據當時嘅記錄描述，雙方進行咗長達幾個鐘頭嘅談判。義律透過翻譯傳話，要求清廷官員允許佢哋購買牛肉同埋蔬菜。然而，清廷官員喺接到林則徐嘅死命令之下，態度強硬，堅決拒絕。佢哋嘅邏輯好簡單，唔交兇手就冇飯食。談判陷入咗僵局，氣氛越嚟越緊張。呢個時候，一份口述歷史中極具畫面感嘅場景發生咗啦。據傳聞，義律喺失去耐心之後，發出咗最後通牒：如果再唔允許供應食物，英方將不得不使用武力擊沉清廷嘅阻攔船隻。當時嘅九龍海面上，清廷部署咗好多艘戰船，岸上嘅炮台亦都嚴陣以待。面對英方嘅威脅，清軍並未退縮。根據相關嘅軍事記錄，時間大約喺下午3點鐘左右，隨住一聲令下，或者話係唔知邊一方先開咗第一炮，寂靜嘅海面瞬間被炮火撕碎。呢個就係歷史上著名嘅九龍海戰，亦都被稱為鴉片戰爭嘅前哨戰。雖然呢場戰鬥嘅規模並唔大，持續時間亦都唔長，英方嘅船隻一度因為彈藥不足而撤退，清軍戰船甚至曾經試圖追擊，但係喺英軍補充彈藥後反擊，雙方最終脫離接觸。從戰術上嚟睇，呢次係一場小規模嘅摩擦，雙方互有傷亡，但係並未改變整體嘅封鎖姿態。然而，從戰略意義上嚟講，呢幾聲炮響卻如驚雷般喺倫敦同埋北京同時炸響。呢個就係中英兩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嘅武裝衝突。雖然名義上只係為咗購買食物，但係實質上咁係為咗爭奪邊個話事。清廷要嘅係法理上嘅服從，英國要嘅係生存權同埋所謂嘅面子。九龍嘅硝煙仲未完全散盡，更大嘅風暴已經喺路上。林則徐喺得知九龍交火之後，更加堅信英國人係冥頑不靈，必須以武力震懾。佢進一步加強咗武備，甚至原想捕殺英國人。而喺英國方面，義律喺向倫敦嘅報告中，將呢一件事描述為清朝官員對英國臣民嘅無端屠殺同埋野蠻封鎖。消息傳返英國，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嗰位以強硬著稱嘅貴族勃然大怒。商界原本因為鴉片生意被斷而損失慘重，而家又聽聞皇家海軍居然喺中國海域為咗買食物被人開炮轟擊，咁對號稱日不落帝國嘅英國嚟講係難以忍受嘅屈辱。巴麥尊喺議會中發表咗著名嘅演說，雖然演說詞喺後世版本各異，但係佢嘅核心思想只有一個：必須派遣一支強大嘅艦隊去教訓呢個傲慢嘅東方帝國。1840年4月，英國議會下議院經過激烈辯論之後，雖然反對派認為咁會損害英國嘅利益，甚至有一位議員將呢一場即將發生嘅戰爭稱為幫助少數走私鴉片毒害一個民族的戰爭，但係最終主戰派仍然係佔據上風。議會通過咗軍費預算。同年6月，一支由40多艘戰艦同埋4000名士兵組成嘅遠征軍駛入咗南海。呢個就係改變中國歷史走向嘅鴉片戰爭。而呢一切，嗰場改變咗近代中國命運嘅炮火，嗰張簽訂咗嘅喪權辱國嘅南京條約，嗰個割讓嘅香港島，嗰個開啟嘅五口通商，佢最初嘅導火線，如果我哋沿住歷史嘅藤蔓往回追溯，竟然都指向咗1839年7月7日，嗰個喺尖沙咀村酒醉鬧事嘅午後。林維喜之死真係鴉片戰爭爆發嘅直接原因嗎？定係只係一個借口？其實從更宏觀嘅歷史角度嚟睇，林維喜案更加似係一層窗戶紙。喺佢被督破之前，中英之間嘅矛盾一早已經積累咗幾十年。
清廷嘅朝貢體系與英國嘅殖民擴張格格不入，英國對白銀與鴉片嘅貿易逆差無法忍受。林則徐喺虎門銷煙嘅時候嗰種強硬嘅姿態，其實已經喺度預示住一場衝突係不可避免嘅啦。義律或者從來冇諗過要因為幾名水手嘅毆鬥而引發一場全面戰爭。林則徐亦都或者只係想殺雞儆猴，維護大清律法嘅威嚴。但係當兩個同樣處於自信巔峰嘅帝國碰撞埋一齊嘅時候，個人嘅意志通常會被歷史嘅洪流所裹挾。林維喜，佢係一個普通嘅農民，關於佢嘅生平，史料中幾乎冇任何記載，除咗佢喺嗰一日嘅死亡。佢冇留下畫像，我哋唔知道佢嘅長相；佢冇留下紙質嘅詳細記錄，我哋唔知道佢嘅家庭後來係點樣捱過嗰啲悲慘嘅歲月。佢只係歷史課本上一個唔起眼嘅注腳，係近代史開端嗰塊紅色背景上嘅一個黑點。但係我哋唔應該忘記，佢唔單單係一個符號。林維喜案最令人唏噓嘅係隱藏喺國家仇恨背後嗰啲小人物嘅無奈。據後續嘅一啲零散資料記載，以及事件當時嘅處理方式嚟睇，林維喜嘅家屬喺面對嗰筆1500銀元嘅撫恤金嘅時候，心境係極其複雜。喺嗰個年代嘅鄉村，一個孭起成頭家嘅勞動力量嘅死亡，意味住一個家庭嘅崩塌。接受英國人嘅錢，或者可以讓剩下嘅孤兒寡婦活下去。拒絕呢筆錢，堅持一個公道，就要面對無盡嘅官司同埋強權嘅壓力。義律或者認為自己已經好人道嘅啦，佢俾咗一筆遠超行情嘅賠償，但係佢唔明白，或者話係故意忽略東方文化中嘅嗰條殺人償命嘅底線。林則徐堅決要交出兇手，唔單止係為咗維護主權，喺某種意義上，佢亦都代表咗嗰個時代中國人最樸素嘅公平正義觀。然而呢種正義最終冇得到伸張。嗰幾名喺義律嘅山寨法庭上被判刑嘅水手，據講後來喺英國本土並冇服滿刑期，甚至有啲人好快就恢復咗自由添。佢哋或者至死都唔明白，自己年輕氣盛時嘅一場毆鬥，居然攪動咗半個地球嘅政治風雲。反觀林則徐，儘管佢喺後世嘅評價中被譽為民族英雄，但係當時佢卻成為咗呢場戰爭嘅黑鑊盒。鴉片戰爭戰敗之後，道光皇帝將一切罪責歸於林則徐嘅辦理不善，將佢革職查辦，發配伊犁。咁樣真係一種歷史嘅荒誕同殘酷。嗰個最堅決維護帝國顏面嘅人，最終卻被帝國拋棄，成為咗顏面盡失嘅替罪羔羊。喺佢流放西北嘅路上，佢係咪會想起嗰個炎熱嘅夏天，嗰個叫做林維喜嘅冤魂，以及嗰場佢一手促成佢又無法控制嘅風暴？回顧林維喜案，我哋見到嘅係一個典型嘅轉折點。佢唔單止係鴉片戰爭嘅導火線，更加係中國傳統天下觀與現代國際法碰撞嘅標誌。值得注意嘅係，林則徐喺處理呢單案嘅時候，其實已經展現出咗同代人所唔具備嘅國際視野。為咗應對義律嘅法律挑戰，佢曾經秘密組織翻譯咗瑞士法學家雅特爾所著嘅《萬國律例》。佢試圖用西方人認可嘅法律語言去論證大清對林維喜案嘅司法管轄權。然而，槍炮聲最終蓋過咗法理聲。當英國嘅軍艦出現喺珠江口嘅時候，所有嘅法律條文都變得蒼白無力。呢場戰爭嘅結果唔單止係讓中國割地賠款，更加可怕嘅係佢讓西方列強從此喺中國中確立咗領事裁判，亦都即係外國人喺中國犯咗法，中國政府管唔到。呢個喺南京條約附約中確立嘅條款，正係以林維喜案嘅處理方式為藍本，最終成為咗壓喺近代中國頭上嘅一塊巨石。講到呢度，節目一開始提到嘅嗰場九龍海戰，佢係一場為咗購買食物而打嘅仗，亦都係一場為咗面子而打嘅仗。但係喺歷史嘅天平上，一條人命嘅重量，與一個民族嘅百年屈辱，與一個帝國版圖嘅變遷，究竟誰輕誰重？